大家平安。今天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受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委托，要我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教会公报社就是最好的文字事工的推动者。自从在1885年来发行台湾第一份的报纸以来，就一直秉持着信仰的精神来报道、来记录社会，特别是教会的事情。借着教会公报所出版的教会公报，或是跟新周刊、新眼光读经，或是公报新闻网等等这些文字的刊物，来造就信徒，来广传福音。文字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人类最宝贵的礼物。圣经是上帝的话，为什么上帝的话能够流传到今天？就是上帝的灵感动，将他的话语文字化。我们看启示录的第14章第13节，记载有一位老约翰在灵修的时候，他安静的时候去听到上帝的声音，对他说：你将你听到这些声音，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跟随他们。所以我奉劝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每天要有灵修的生活。当你在灵修安静的时候，就会像约翰这个老信徒一样，你就会不断去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上帝不断向人说话，我们若没有将上帝的话把它文字化，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下一代不断的领受上帝不变的真理。巴克里牧师来到台湾宣教，他就是看到这个文字事工的重要，所以他首先他去诊断出当时荷兰人来到台湾就有宣教的这个事工，但是他去诊断这些宣教事工的失败的原因，就是忽略了文字事工的需要，没有将圣经来翻译成本土化的语言，因此他看到这一方面的需要，致力于文字事工，将圣经翻译成白话字的圣经。除了翻译圣经之外，他就办报纸，设立教会公报社，来推动这个文字的事工。文字不只是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礼物，更是我们宣教事工最好的工具。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总会所在推动这样的文字宣教的事工，为文字事工的需要来奉献。所以今天我代表教会公报社来谢谢大家长期来对教会公报文字事工的关怀与奉献，也要我借着这个机会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有位乞丐，他缺了一只手，只有右手的手臂，他可以说是一位残障的人士。他感觉到他是一个残障者，不能做什么，因此他只好做乞丐。有一天，他来到一户农家行乞的时候，遇到一位农家的妇女。这个农家的妇女叫他先将在他们面前所摆的一堆的这个砖块，把它搬到他们的后院去，他就要给他一笔钱。这位乞丐很生气，对这位妇人说：你明明看到我只有一只手，
我是一个残障者，却要我来搬这个砖头，你是真心存心在侮辱人。”没想到这位妇人没有说什么话，他就自己屈低自己，用一只手去搬那个砖头，来回搬了几趟之后，对这个乞丐说：“我一只手能够做，能够搬，你一只手为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搬？”这位乞丐无话可说，他就用他所拥有的那一只手，去把那一堆的砖头，花了1-2个钟头，把它从前院搬到后院去。搬完之后，这个妇人他就给他一笔工钱。这位乞丐拿到这些钱就连连向这位妇人道谢。但是这一位妇人对他说：“你不用谢我，这是你自己今天自己努力所换来的工钱。”接着这样，乞丐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今天对我的叮咛。”过了10几年之后，这位乞丐变成一间公司的董事长。有一天，他来到妇人这个家，看到这个妇人已经老很多了，就对他说：“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我就是从前那位来你家搬砖头的那位乞丐。现在因为你的激励，我变成一位公司的董事长。是你帮助我来找回人生的价值。如果没有你，我今天或许还是四处在流浪当乞丐。”这位董事长为了要感谢这些妇人，说要送给他一栋房子来感谢他。但是这些妇人来婉谢了。这些妇人说：“因为我们全家都有一双手，我们要用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双手来创造我们生命的价值。”曾经有一位身心障碍者，他也失去一只手，来找牧师，要牧师为他祷告。牧师问他说：“你要牧师为你祷告什么？”这位残障者，他对牧师说：“请牧师为我祷告，求上帝让我用还剩下的这一只手，还能够为主来做什么。”这个牧师听了真的很感动。这位残障者，他不为他失去的来埋怨上帝，却为他今天还拥有的，愿意为主来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过去失去什么失去什么，要我们今天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今天上帝还让你拥有什么？你不能用你现在所拥有的来为主而活吗？来创造你生命的价值吗？我今天要从圣经找出几位信仰的前辈，来看他们对生命价值的看法，来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学习。第一位就是挪亚。在挪亚的时代，人类的历史不过是1600年左右而已。全世界人口大概100多万人。在创世纪第6章第5节记载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思想的罪是法律上没有办法去约束的，也不容易被察觉。有时候你看这个人好像一表人才，但有可能就是一个杀人犯。在创世纪第6章第6节记载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在那个时代，是人类道德最败坏的时代。人不但不信上帝，也拒绝上帝。唯有挪亚与其他的人不同，他信人所不信的上帝，做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上帝看人的罪恶充满全地，就想要用洪水来灭掉人类。但是上帝还是在意在人当中还有像挪亚这样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上帝就想出一个让人得救的机会，就是要挪亚来造方舟，让愿意蒙恩得救的人可以进入到方舟里。当上帝吩咐挪亚造方舟，让人来得恩典的时候，他一边造船，一边传上帝的恩典，但是没有人相信。结果上帝真的降下洪水，淹没全地。挪亚得到人所难得到的福气。当大水降在地上40昼夜，淹没全地之后，除了挪亚全家人得救以外，没有人得救。挪亚全家能够得到拯救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与世人不同的一个价值观。第二，我们看约瑟。约瑟的故事我们都很熟。他17岁的时候，他被他的哥哥出卖到埃及做奴隶。约瑟在埃及受尽了苦头，但是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上帝借着他有机会向法老王来解梦，而被提升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个时候，在他的故乡迦南就发生了饥荒，欠缺食物，但是埃及有许多的食物。借着他的10个哥哥来到埃及来买米的时候，兄弟相遇了。那10个哥哥看到弟弟非常的害怕，想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埃及的宰相，必定有权来报复他们，把他们杀了。但是约瑟对他的哥哥说：“你们不用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吗？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为了要成全许多人的性命，来成就今天的光景。”约瑟对于出卖他哥哥的恶意，认为这是上帝的美意。这就是约瑟与别人有不同对价值观的地方。想到约瑟17岁就被卖到外邦，又不是去享受，而是去要当奴隶，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17岁的时候，到底我是在做什么？我记得我是很幸运的人，因为我是国中的第1届，我才有机会来读国中。那时我国中毕业之后，我爸爸就不让我继续读书，他说：“我让你读国小6年，又读国中3年，已经读了那么多年了，哪里有那么多书可以读？”所以他说：“应该你看你的妹妹都读到国小，就都没有在读书了，你还可以读国中。因为为什么我可以读国中？因为是义务教育，是国中是义务教育，所以我说那时候我爸爸让我说你读到国小就好了，不要再读了。我说爸爸，
你不让我读书哦，是会被政府罚钱的。那时候真的哦，义务教育你没有让孩子读书是要罚钱的，但是应该不会罚很多了哈。所以我们爸爸说好了，就想说会被罚钱，就让我读，那又让我读了3年的国中。他告诉我说你不可能家里很穷，没有办法让你继续读书了。那你可以2个选择，一个就是留在家里来务农种田，或是到外面去工作赚钱。后来我就选择到外面去工作赚钱。那时候我刚好17岁，就像约瑟一样，17岁就出社会。我就去到台中潭子乡，到一间羽毛球的球拍的工厂去工作，每天就是在磨那个羽毛球拍。后来被调在穿线的单位，哇，那个现在不是像机器化的，是用人工这样拉那个羽毛球拍那个线，哇，拉久了哦，手都起泡哈，起水泡。记得那我第1个月领薪水是8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工作这么辛苦，又赚不是很多钱，所以我就半夜就偷跑离开这个公司，所以被他压了差不多10天的工钱，压在那地方，我说不要了，离开，半夜就坐火车，一直坐到台南，想说在台南能够可以找到工作更好，那火车一直坐，半夜坐到台南，还没有天亮，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去睡到火车站的对面有一个喷水池，那个喷水池的一个填满那个地方，在那边睡觉，想说睡到天亮再说。那被警察来赶，说这里不能在这边睡觉，他就赶进去那个火车站里面。那个椅子里面就不好躺了，所以就坐在那个椅子里面在睡觉，睡到天亮，就买1份的报纸，那上面都有很多哪些工厂需要工人这样，我就照着这样去找。虽然有找到工作，但是他都告诉我说，这个工作你下个礼拜再来上班。我说我下个礼拜上班，我这几天要怎么办？没有地方住啊。所以我就又坐火车坐到高雄。高雄火车站前面有很多那个职业介绍所，现在好像没有了。以前都很多那个职业介绍所，然后想说，那好，然后我要找一份可以当学徒的，我要学一技之长，所以就去想说，我对那个水电很有兴趣。所以后来就是应征这个水电的当学徒，老板那天晚上就把我接到他家里，有吃的有住的，就是当学徒没有钱了，所以我在那边就学那个水电工的这个工程，学到一段时间，自己没有钱花了，因为老板只有供你吃供你住所以没有什么钱了。我那里以前领的那1个月的工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说我不行，我出来跟家里说我是要来赚钱的，现在没有钱可以赚了，所以就想说好，我要再找一份比较有钱的工作，找一找比较最有钱的工作，就是去当那个混工，就换了一个工作，去当那个混工。哇，那个混工的钱比较多，至少比工厂的多了1倍，但是很辛苦。所以我每天就是下午，我们都会去到丰港，丰港要到大武这一段路的旁边，那一条河的河床的旁边，种了许多的西瓜。哇，那个西瓜很大力的，然后我们的车子就会开进那个西瓜园，然后去
去摘那个西瓜。那个主人哦，他们都是很吝啬的，那个西瓜好的西瓜你都不能吃啊，你只能吃那个西底的就对了，那个不好吃的。我们就很生气，工作这么辛苦，都连一个好的西瓜都不让我们吃。那时候我们才学会，怎么去选西瓜，拍一拍我们就知道，这个好吃哦。所以下面的就拍一拍，他就比个手，这个赞。我说我知道了，所以他丢一块西瓜上去的时候，我就故意没有接上，才掉下来，破掉了。那个主人说：“要小心一点哦。”我知道了，是没有办法，就破了。那个拿去吃，破了拿去吃。我们才有好的西瓜可以吃。然后我感觉到台北人真的很幸福，我们都把最好的都往北部送，所以那个西瓜最好的就是往北部送。所以我们就是完了以后，我们半夜都要赶车，然后去到台北，到台北的果菜市场，他们4点开张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西瓜送到果菜市场，让他们就可以卖在。然后我们就要把车子开到台北桥下这边休息，休息，然后这边等天亮的时候，然后9点多10点的时候，那我们老党就会联络北部的，因为车子不能说你空车这样又开到南部来，所以到北部的时候要接一些工作，然后我们又要去搬东西。然后把那个东西载到南部，像回头车也是要有东西可以载回来这样。然后回来搬完了以后，我们又要去搬西瓜，就一直反复做这样的工作。那有一次，就是我们的车子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就是坏掉了，那爬坡爬不上去就一直倒退，我们当困工了，我说奇怪，怎么还一直倒退我们一直喊说停！他那个司机知道说车子出了问题赶快跳出去。我说奇怪，这个台车子没有人家开的，我们赶快跳出来，这样赶快跳出来，那台车子就翻车了，还好我们也跳出来，2个困工跳出来，也都受伤了。我想说做这个工作是好赚，但是很辛苦这个生命没有保障所以后来就换个工作找一个比较稳定又有稳定收入的工作。那我就去到半屏山，高雄半屏山那个炼油厂的对面有一个砖窑的工厂，然后去做那个砖头。去那边做，这个比较稳定的，上下班制的，要早上就工作到下午，晚上就可以休息。我们这个同事休息的时候，都往高雄市区去跑，去那喝酒去那打牌这样我真的不太习惯他们这样的生活。我有一次看到跟我同年纪的这样一个国中毕业生。都要变成高中人，看他们还背着书包可以读书，这多么幸福所以我想说，我也要现在不要工作，我也要来读书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努力，自己再去买参考书，然后在工厂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那我就一边来读书，希望我们要好好准备。参加联考，那时候是联考，然后我就有一个决志，说我一定要考到省立的高中，因为省立的高中注册费会比较省一点我们家没有什么钱可以让我注册，所以我存一些钱，然后将这些钱，我如果考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注册这样。那有一天。我们砖窑的工厂的老板看到我说奇怪，大家都出去休息的时候都
往外去享受了，你还留在这个工厂里面。我说，看我都很乖，就在工厂里面读书啊。他说：“诶，你是一个很可取的一个年轻人。”他来告诉我说仁贵，他说叫我仁贵，说你好好在这边工作，然后我会将我这个砖窑的工厂以后就交给你来管理，这样，交给你来管理。我说哦，这么好啊，你现在以后可以自己当老板了，真的很好。他说你不用再读书了，不用再去考试了，这个工厂就是你的了，你叫我好好在这边工作，好好学，每一样你都学，将来这个工厂就是你的。我说哎，这个老板怎么对我这么好？然后他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娶我的女儿。哇，他有一个女儿，稍微胖胖的，不是我因为他胖完才不喜欢他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那种想说要结婚的念头，我只是想说要好好读书。他说你不要读了，你就是好好工作这个以后就是你们的这个工厂就是你们的，以后可以当老板。我说我还是要想要读书的，因为国中毕业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学历，至少我要高中毕业那我的老板就告诉我说：“好，如果你要读书，那你要好好去读，你读高中、大学甚至研究所我都让你读，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支付。”这个条件很好嘞，所以我那时候就答应了。我这样子我输你了。我就想，但是我一心一意想说，只要读书好好考试，考上省立的最好。我说我要现在读书先不要考虑这些了。所以后来我真的就去参加联考，真的也上帝的恩典，让我考上了一个省立的高中，就是奇美高中所以我就去读奇美高中直到毕业毕业说高中应该高中的学历要找工作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还是喜欢到台南里面看有什么工作，所以就来台南来这边找工作，来到那个现在的台南神学院的斜对面青年路那边，那个青年公园的对面有一个东云纺织厂那好像是陈友好现在荒废在那个地方那我就进去要找工作的时候，他说有工作，但是这个现在我们没有缺男的，只有女的女工没有男的，那就很失望。那失望就进去刚好看到神学院，然后走进去逛一逛，然后看到神学院在招生，我说好然后我就来读神学院，将来当牧师这样我就开始回去向我的母会，向我牧师说我要读神学院将来要当牧师。他看了看我说，你这个台语讲无为无补的人不善于讲话的人你以后怎么当牧师我说可以啦我向他讲叫那个小慧就推荐那我就来考这个神学院。那考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没什么准备所以考了之后放榜，我没有录取，被取生不知道被取第几名了。然后隔了1个礼拜，台南神学院特别通知我说，让我补考因为你什么都考得很好，只有圣经考得很烂。我说要当牧师的人圣经很烂他说再1个礼拜，让你准备1个礼拜，
然后又放了给我，然后你就再来考，啊，然后我赶快回去请我的牧师，所以你帮忙看看，那怎么找重点啊？因为我要补考这个神学院，然后他就帮助我，然后就顺利的考上，这个台南神学院，后来就当现在的牧师，虽然很多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当中，我会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也让我看到我人生不同的价值，然后我奉献我本身来当上帝的仆人。所以记得台南神学院毕业之后，到总会去抽签的时候，那东部的那个卢俊义牧师，他当东部中会的这个传道部长，他那时候要离开关山，要到嘉义的西门教会。他说：“罗仁贵，你自愿，你自愿到东部来，那我保证你，让你派你到关山教会来牧会。因为传道士去都是那个支会或是小的教会，你一来就可以到关山教会来牧会这是一个堂会，你就来这边牧会我说我没有那种感动，我只有一项，就是说，既然我要这边抽签要受派，无论我抽到哪里，受派到哪里，我都愿意去我不想自己来自愿去哪里所以后来就没有自愿去东部中会来牧会那时候我们很多我们同班的几个就自愿去东部牧会，哇，他们很幸福。像现在黄仁兴牧师，或是黄国仁牧师再来一个就是陈信昌牧师那么三个就是自愿去到东部，哇，他们都在那边做了很好的事工那我说，我只要上帝愿意我去到哪里，那我就愿意去。那我抽到台中中会，然后派我去到雾社教会。雾社教会大概就是平地教会最高的教会，就是海拔最高的一个教会。那去那边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我去的时候，哇，那个长老就很高兴，他说：“哇，上帝恩典我们教会派这个大长都抽用的来我不是来这边打仗的人，我不是要修派的我是要来牧会的。他说来这边就是一下子就跑，一下子就跑，希望你们过来带领。那我去就开始。”负责3间教会，3间教会，一间教会就是万大教会，一间就是雾社教会，一间就是南丰教会。这3间教会，我就要负责3间教会那大家觉得很辛苦，其实不会很辛苦因为好像每个礼拜就好像在游山玩水一样。我8点就要从雾社，我住在雾社，然后出发。去到南丰，南丰就是要往埔里的方向，然后埔里到雾社的中间有一个南丰教会。我第一间盖的教会就是南丰教会，去牧会，然后8点在那开始礼拜，然后9点就一定要结束，然后跟会友请安之后，就要赶快回到雾社，雾社就是10点开始做礼拜那礼拜。他们要用2种语言，就是台语跟华语，还有一种就是翻成原住民的话，然后3种语言这样来轮流那完了以后，我中午休息，然后3点就要进去到万大，就是现在的万大水库那个地方
万大那边有一间教会做礼拜。那4点我就要教主日学，带那些小朋友。到5点有一个长老就会煮饭给我们吃，哈。那6点哈，7点我们就要做礼拜，啊，做礼拜要到8点哈，8点多都要结束哈。我9点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那是山地的管制区哈，他们9点那边就关门了哈，就不能出来的哈，啊，所以我们要那个时候就要9点以前就要出那个管制区，然后回到屋舍哈。所以我觉得说，上帝的恩典我哈，在那个地方，他们一去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说，哇，这个真的是我们原住民呐，哈，哇，他把我们当成是原住民啊，真的，连那个收费站的收费员。我一进去的时候看到我说：“你回来了。”我说：“奇怪，什么？我回来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你回来了？”我说：“我都对，去哪里？”我说：“去埔里了，回来了哈。”原来我才知道说，住在里面的原住民都不用钱的哈，所以以后到原住民的部落，我都告诉他说我回来了，哇，就让我进去了，很方便呢，哦。我有一次，我的岳父他要去那个雾台，那个雾台说他每次去都被他抓回来说你要申请那个入山证才可以啊，我说我带你进去，我说我们还要到屏东去办那个入山证呢，我说不用了，我带你去我就带你去到那个管制哨的时候他一个木头就横起来，然后我就大声喊：“我回来了！”他看一看，回来了哈，再都帮我开了哈，就进去了哈。我说：“我岳父说，怎么这么方便啊？”我说：“方便在脸上啊。”所以我真的在原住民他们就把我当成是自己的人，所以那边真的牧会真的很享受因为3间教会人家来找都找不到牧师因为来的时候说，我们牧师很辛苦很忙可能去那间教会可能是这边教会我好像狡兔有3窟可以这边抖来抖去那过年的时候更好玩，哇，他们每一个教会都包红包给小朋友那所以3间教会我们都有收入在过年的时候小朋友都有红包那所以他们就把我们当成是自己的一家人来看待，这样我就享受到人生的意义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在物色真的你再怎么努力，那个我小会议长陈泽兰牧师说你搁较拍拼人嘛是安尼尔，因为这都有得搬出来，无得搬去吧所以你就好好牧会这样说我这样都不会增长呢所以唯一的增长，我就是在物色生孩子所以这边生了2、3个孩子哇，真的，你看2、3个我们10几个人，我生了3个你看增长多少，你知道吗？所以借着这样上帝也恩典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在乡下里面这样长大那在我出社会这段期间，真的我感受到有许多的诱惑，让我可以堕落。还好，因为信仰成为我的力量，所以我能够胜过许多的这个挑战或是诱惑。再来，我们就看这个保罗。保罗他原先是敌基督的，后来自从他要去大马色来逼害这个基督徒的时候，遇见了耶稣，所以他的生命得到重大的改变。从此之后，他不再成为敌基督，反而成为基督最有力的见证者。所以保罗信主之后，他不但人生观得到莫大的改变，人价值观也莫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过去保罗以为得到物质的享受，得到了权利，比一切更宝贵。但是信主之后，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福音能够改变保罗，我相信也能够改变你，改变我。最近我们完成一个整修的工程，就是把以前的主日学教室，在我们对面教会对面那个社区发展中心，一个比较荒废的一个主日学教室，那我们将把它改建成为一个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我提出这个计划要改建成为一个小教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会计告诉牧师说：“牧师啊，现在我们都没有钱了呢，我们教会只有剩下可以动用的，剩下170几万了。”我说：“我们教会看起来是很富有的哈，是富有中的贫穷教会了，真的呢就是这个样子。”我说：“还有只有100多万，怎么去盖这个教堂？”那我说：“没关系，只要你们同意就好，钱的问题牧师来负责。”他说：“好啊，牧师你可以负责，你就去做啊。”那还好，刚好有一个姐妹，她不知道高兴什么，然后就来告诉牧师说：“牧师，我今年70岁了呢。”我说：“好啊，70岁，恭喜啊！要到70不容易啊。但是你70岁，你来送给上帝一份礼物好不好？”他说：“什么礼物啊？”我说：“我现在计划要来整修我们那个小礼拜堂，这个款项你来支付好不好？”他说：“牧师要多少钱啊？”我说：“不多，只有500万就好了，500万哈。”他说：“哦，这500万我可不可以找其他人来分担？”我说：“不行，只有你你如果不要，我找别人他最后跟他的先生就商量之后，他说：“好，牧师，我们感觉到说做这样的事工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所以全部的费用由我们来支出，你要用的你用最好的，所以我就很放心所以屋瓦也是用最好的日本进口的琉璃瓦，然后那个窗户就是气密窗然后玻璃又强化玻璃地板什么我都用最高级的，然后最后真的超过500万我说超过了怎么办？后来他告诉我说，超过了多少我都由我来支付。我说这做施工真的很方便后来我就找到这个秘诀，现在我们2楼要整修成为也把那个2楼的教室全部把它整修然后我就去找我们主学，我说这个你们来出，然后这个主学这个以后就变成你们主学或是青少年所使用的一个地方他说：“牧师，这个要多少？”我说：“100万就好我知道我们主学他们有100万所以他们就答应说：“好，这个100万可以完成吗？”我说：“没关系，你们只要出100万，其他的费用由我来去张罗那我就去找几个人来帮忙然后现在快要完成了，那个2楼所有的整修工程已经快要完成了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来支付这些钱？为什么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工？因为要让他们看到那个价值所以我们那个小教堂完成之后，也有很多人来告诉牧师说：“牧师，那个小教堂还有什么可以奉献？我可以奉献椅子，可以奉献钢琴，奉献什么？”我说：“都没机会了，人家都奉献完了说没有机会。”我说：“你要奉献也要把握机会不然你就没有机会了真的现在我感觉到我还要只做事工，要让他们一起来做
所以现在我在计划当中教会要让他们共同的去参与，只要他们看到那个价值，他们就会付出一切来完成那些事工我真的要感谢我们富强教会我上次来这边讲道之后，看到你们1堂2堂的这个礼拜然后回去我就推动，然后我们都指挥富强教会，他们都有2场的礼拜都很复兴我们现在也要2场的礼拜，哇，好多的意见我感觉到要做一个改变不容易，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我知道你们就是安于现状了，不想改变。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做看看1年来试看看我们9点也来做台语的礼拜，11点也来做华语的礼拜，然后礼拜完又可以吃中餐他说：“这个牧师这个很困难大家都习惯在10点做礼拜，你现在改到9点一定没有人。”我说：“没关系，试看看我1年试看看不行我们再改回来现在已经推动了半年多了但是我上次告诉他说：“我们再改回来。”他说：“不要了我说：“是啊，你看做了就好了现在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我说：“很多事工只要让他们看出那个价值，你就放心去推动，那不用怕。我每次的祷告，我都祷告2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都必须要向上帝说：上帝，你要与我同在。上帝，你给我智慧。”我说：“一个人的软弱有限，只要你与我同在，很多的事情都会突破。然后给我智慧，让我怎么去管理这个教会，怎么去解决信徒当中有一些冲突的问题，这需要上帝给我的智慧。求上帝也来复兴我们指挥我们富强教会，也帮助我们在文字事工上能够得到好的进展。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你要我们看到生命的价值，不在荣华富贵，乃在于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让我们能以信靠主耶稣为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价值观也得到改变。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能不断为神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